来讲一位对法国来的声音艺术家Yannick， 10月当前，伊和伊的牵手台湾籍的艺术家蔡婉璇来到台湾，就山落海录各种的声音，希望讲声音会当丰富咱的眼界，也提醒咱着爱珍惜大自然。 你敢有听到规定号做副班外的这种指甲当伫咧唱歌？真足甲听，伫咧宜兰县宜山乡，互人划做保护区的福山石门园内底，佫听会到姜仔响亮的叫声。就连台湾的特有种黄嘴角鸮，嘛号做孤黄，这种麻响的声嘛有得听。 In southern France, where I was born, in the mountains, there is almost the same sound coming from almost the same species of owl. It's very hard to see it, but it's very easy to listen, to hear it. 在法国南部出世的声音艺术家Yannick， 2013年和伊的牵手，本身是台湾人，嘛是艺术家的蔡婉璇，在咧宜兰县福山石门园和太平山，用2年的时间收集30多点钟的录音档，整理剪接做一块点外钟的 CD。因嘛去访问当地人士，甲访谈，甲这块 CD 出做一本册，望声音的美感会当互感受到大自然的生态和伊背后的文化赞处。 除了表面的现象，也是五路的议题，咱会使搁进一步去想，讲我甲这个所在的关系。录声音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对话，聆听的位置跟那个环境带给我听什么。那这个算是一种即兴，这个部分是最有趣的。Yannick 这10多年来，伫台湾就山落海收集各种声音。 也用声音纪录片参与国内外大大小小的艺术展，就望声音这副锁匙丰富咱的眼界，提起咱的珍惜，永持咱的土地。记者阿敏晶、曾泰文，新北报道。